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佛法修行嘅核心戒、定、慧。呢三個字看似簡單，卻蘊含住深刻嘅智慧，係通往內在平靜與覺醒嘅關鍵。當你感到生活混亂、心浮氣躁、煩惱不斷，戒定慧就係你走向清明人生嘅起點。一、戒，自律唔係束縛，係自由嘅開始。好多人一聽到戒，就覺得好似係要放棄自由、壓抑自己。但佛法中嘅戒，其實係一種智慧嘅選擇，係為咗讓我哋遠離痛苦，活得更清明。就好似交通規則唔係為咗限制你，而係為咗讓你安全到達目的地。戒律亦都係咁，佢唔係用嚟懲罰，而係用嚟保護。初學者嘅五戒，生活中嘅基本守則。佛教五戒係最基礎嘅修行起點，適合一般在家居士。一、唔殺生，尊重生命，培養慈悲心。二、不偷盜，守信守義，建立誠實人格。三、不妄語，講真話，善語，減少誤解同傷害。四、不邪淫，尊重自己同他人嘅感情與身體。五、唔飲酒，保持清明，唔俾心智被迷惑。呢五戒唔係宗教儀式，而係生活中實實在在嘅修養。持戒嘅人會發現人際關係更和諧，內心更安穩。進階嘅持戒，從外在行為到內在心念。當我哋深入修行，戒唔只係唔做乜嘢，而係點樣面對一切。如是具足正知正見，唔俾情緒牽住走，識得觀察與分辨，不隨境轉，外境再亂，內心仍能保持清明，唔被慾望牽引，面對誘惑能夠選擇放下，而唔係被牽住走。呢種持戒係從行為嘅自律走向心靈嘅自由。二、定，讓心如水，不為風動。定係心嘅穩定力，亦都係現代人最缺乏嘅一種能力。手機一響，情緒一來，心就亂啦，好似水面被風吹起漣漪，無法平靜。但佛法教我哋，定唔係壓抑情緒，而係安住心念，就好似湖水一樣，即使外界有風，只要內心夠深夠穩，水面自然平靜。方法一：禪坐靜心。每日抽出幾分鐘，揾個安靜嘅地方坐低來，閉上眼睛，專注呼吸，吸氣、呼氣，慢慢觀察自己嘅心念，唔批判，唔跟隨，只係覺察。你會發現，心念好似雲一樣飄過，只要你唔捉住，佢自然會散去。呢個就係定力嘅開始。方法二：正念生活。食飯時就專心食飯，盡量唔滑手機，唔胡思亂想。走路嘅時候就專心走路，感受每一步落地嘅觸感。做事時就專心做事，不分心，不急躁。正念唔係做特別嘅事，而係用心去做每一件事。當你活在當下，心就唔容易被外境牽住走。總結，定力唔係一朝一夕就練到，而係每日一點一滴嘅累積，就好似種花一樣，唔係今日灑水，聽日就開花。但只要你持續照顧，佢一定會慢慢綻放。願你喺生活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寧靜角落，讓心如水，不為風動。三、慧，智慧唔係聰明，係睇清真相。喺現代社會，聰明常被視為成功嘅關鍵，識得計算，擅長分析，反應快。但佛法中嘅慧，並唔係呢種頭腦嘅靈活，而係一種深層嘅洞察力，係睇清生命真相嘅能力。聰明可以俾你贏得競爭，智慧卻能夠俾你放下爭鬥。聰明讓你掌控外在，智慧則讓你安住內心。慧嘅核心，睇清因果、空性與眾生，從因果中睇世界。佛教強調因緣果報，
一切事物嘅發生都有其原因同條件。當你明白一切皆有因緣，就唔再執着於結果，亦唔再怨恨他人。面對困境，你會問：我能從中學到乜嘢？而唔係點解係我？呢一種智慧，讓我哋唔再被情緒牽住走，而係用理解去面對人生，從慈悲中睇眾生。真正嘅智慧必然伴隨慈悲，因為你睇見咗他人嘅苦，睇見咗眾生嘅無助。智慧讓你唔批判、唔冷漠，而係用同理心去理解他人。當你唔再只係睇表面，而係睇見背後嘅因緣，你嘅心自然柔軟，行為自然溫和。慈悲唔係軟弱，而係智慧嘅延伸，係一種深刻嘅力量。總結：慧係心靈嘅光，係解脫嘅門。佛法中嘅慧唔係一種知識，而係一種覺醒。佢讓我哋喺煩惱中睇見因果，喺執着中睇見空性，喺人我之間睇見慈悲。願你喺修行嘅路上唔只係變得聰明，而係活出智慧。願你喺每一次選擇中都能夠睇清真相，走向自在。